提醒咱家己，咱是活活的坐，囥伫这段的顶面，咱永远拢有迄个机会，用心智来转换改变家己。那照上帝的意思，莫学即个世界的款，咱拢有即个机会慢慢转换。进前，咱可能看家己超过咱家己应该有的本分，毋过咱有机会慢慢转换。 在咱所有兄弟伫上帝面头前是平等的，无因为咱做的工无共款，有悬甲低的分别。咱知咱是基督内面无共款的肢体，咱做伙来做成上帝所欢喜的事。上重要的是，咱的生命爱转换，爱改变。 因为咱是活活的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捌别上帝，阮真正是软者，真正是这习惯用世界的价值方法来处理代志。毋过，而且保罗是即个经文，保罗。 提醒阮每一个人，阮是献互上帝活活的坐。既然已经献互你，阮着学习，互圣神成做阮生命的主宰。既然阮是活活的坐，阮就准备每一工，阮拢有转换变化的机会，会当望愈来愈得到你的欢喜。 愈合你的心意，无搁互即个世界的价值引诱带去，因为阮已经是献互你的坐，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